400万人口的新北市是全国第一大市，拥有丰沛的产业及观光能量。未来的新北市将透过以台北国际港为核心的大台北湾区计划，将新北市与台北港紧密连结，让1+1发挥数倍的效果。台北港拥有全球海运绝佳的位置，位于新北市西岸，是全国最好的港埠规划，和桃园国际机场形成海空联运，人流与物流可以快速地抵达世界各地。未来的台北港透过填海造陆，创造大面积的土地，一方面解决废土倾倒问题，一方面疏浚淡水河系淤泥，产生的收益获利更可让新北市财政充裕。结合现有可利用土地，将创造超过248万坪，以市价每坪20万元计算，将创造近5000亿元价值的土地。这些土地采用只租不售的方式，避免土地炒作。全新的自由贸易港区聚落将拥有境内关外无需关税的绝佳优势，将大量降低运输及税务成本，吸引产业返乡，带动至少30万个就业机会，创造2兆元以上的产值，大大提高台湾产业的全球竞争力。区域面积包含了台北港及周边的八里、林口、淡水等地。大台北湾区犹如东京湾般，引入邮轮旅游，带来国际观光客，打造世界级度假景点。大台北湾区也像是旧金山湾区，形成新兴的产业聚落，并建构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规划及更多的休闲绿地，成为新北市民造梦的新基地。产业、工作、油气、文创都在大台北湾区。我是吴秉睿，请与大秉一同打造大台北湾区计划。台北国际港必定会是新北的新出口，台湾的新出路。